当兵之后才学会吉他的。是哦。对，我很慢才会学吉他，所以你们现在不会吉他没关系，跟哥哥学。有声音吗？没有。怎么接啊？我也有电脑。哦，有，这个叫 keyboard。好了，我们就继续啊，好，继续。张杰哥还没唱完哦，反正现在几点了？等一下还要签名呢。好，带来这首歌《漫步城市》。